多謝記者今日出席深水埗區基層對取消2500學生津貼嘅政策意見調查發佈會。咁我哋係深水埗基層婦女聯會，我哋由一班婦女自發組成，我哋住在深水埗區，共同關注基層婦女的生活壓力。我係瑤瑤、阿賴、阿蕭、阿芝、阿珍。教育局咧自2019年到2020年起咧發放2500學生津貼。不設資產審查，全港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學生，所有學生均可以領取。計劃由2020年到2021年起恆常化，至今已連續發放5個學年。財政預算案早前公布，今年9月起將取消為中小學和幼稚園學生提供嘅2500元學生津貼，每年節省21元。為咗了解取消2500學生津貼對基層媽媽嘅影響，聯會喺3月份訪問咗131位媽媽，我哋都育有1至4個小朋友，都係住喺深水埗嘅。今日流程會先發布調查結果，接住有影響媽媽嘅個案分享，之後聯會會提出意見，最後會有記者發問時間。咁依家我哋有請阿賴同阿芝講解一下調查嘅結果重點。大家好，我係阿賴啊。而家由我講下以下嘅調查結果重點。受訪媽媽過去1年呢，用於孩子讀書相關嘅支出狀況。受訪媽媽用於孩子以讀書相關嘅支出相當大，當中書簿費及補習為最大開支。97位有小學生孩子嘅，以讀書相關嘅使費啦，平均每月係2093，係支出最大的學生類別。17位有高中生，以讀書相關嘅使費，平均每月係1869，係支出第二大的學生類別。35位有初中生孩子嘅，使費平均每月係1308，係支出第三大的學生類別。有幼稚園孩子嘅，以個使費平均每月係640。以下幾種類型的家庭啦，扣除資助之後，是否足夠再支付孩子讀書相關的裙帶支出啦？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18%，即係未能符合資助條件嘅，每年要支付孩子嘅讀書相關嘅費用係29,266，剩18%，即係獲得全額資助嘅。扣除資助之後呢，每年仲要支付嘅費用係10,335，23% 嘅，即係獲得半額資助嘅。扣除咗資助之後呢，仲要支付嘅費用係13,549，有10% 係獲得綜援家庭嘅。扣除咗資助之後呢，每年仲要支付嘅費用係8,861。而有2個孩子的家庭啦，即係所有未符合資助條件嘅，每年要支付嘅費用係27,937嘅。所有獲得全額資助嘅家庭，扣除咗資助之後啦，每年要支付嘅費用係8,731。所有獲得半額資助嘅家庭，即係扣除咗資助之後啦，每年要支付嘅費用係32,627㗎。仲有綜援家庭㗎啦，即係扣除咗資助之後啦，每年要支付嘅費用係16,443嘅。仲有3個孩子家庭嘅家庭，近90%獲得全額資助，即係扣除咗資助之後，每年要支付嘅費用係33,824嘅。即係獲得半額資助嘅家庭，扣除咗資助之後，要支付嘅費用係37,083。即係獲得綜援家庭嘅，即係扣除資助之後，每年係冇需要支付讀書相關嘅費用。以上嘅報告呢，已反映學生嘅使費十分貴，
原本學生資助已經唔夠使㗎啦。而下邊嘅部分呢，交翻俾阿芝啊，唔該。大家好，我係阿芝。所有受訪媽媽表示，都會用2500津貼嚟補貼，扣除資助後仍不足夠應付讀書相關的費用。校服、書簿費及返學鞋為受訪媽媽以2500補貼的3個主要項目。超過90%受訪媽媽表示，取消2500會令他們出現經濟問題，減少親子活動，可能減少興趣班、補習班，或需要增加工作時間，做多啲兼職，借錢應付，壓力大，家庭關係變差。幾乎全部受訪媽媽表示反對財政預算案取消2500學生津貼。睇完調查結果重點之後，作出4點總結。第一點，家長每年於孩子讀書相關的費用均十分昂貴，當中小學生及高中生最嚴重。第二點，就算一直以嚟有學生資助計劃，扣除資助後根本不足夠應付學童讀書相關的費用。2020年至2021年度，政府批准2500津貼恆常化，就是為此而設。第三點，應付讀書相關嘅費用之大，令基層家庭已經百上加斤。今次資助不加反減，若基層家庭想繼續維持現狀，只可節衣縮食，減少親子活動，否則就取消興趣班及補習班，影響孩子發展。第四點，家長幾乎一致反對取消2500學生資助。多謝大家。多謝阿芝同阿麗嘅分享。咁而家又到阿蕭分享自己嘅個案。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叫阿蕭。咁我依家係照顧咗2個讀緊小學嘅小朋友啦。咁其實我哋屋企家庭開支最大之一就係小朋友讀書、補習同埋興趣班。其實學校老師都要推薦建議小朋友要返補習嘅，因為小朋友如果唔返補習，佢係跟唔上。另外呢，就係班上其實大部分同學都有返補習嘅，即係其實如果小朋友如果唔返補習，即係其實對於大人同小朋友嚟講都有好大嘅壓力。咁其實我哋現時係攞緊學生資助全額嘅，學生資助個金額其實係唔夠小朋友讀書返學所有個費用。現時更加要取消2500蚊，咁其實對於我哋基層家庭嚟講係一個生活上同埋各方面有好大嘅壓力。咁小朋友嘅補習係唔可以停啦，咁我哋只可以增加自己嘅嗰啲兼職。咁我又諗到，因為自己都係身體唔好咧，經常要長期覆診嘅，增加自己嘅兼職只可以利用自己休息時間啦。咁增加兼職嘅同時，其實係我再冇更多嘅精力去照顧小朋友，同其實我哋大家相處嘅時間更加少，所以取消2500蚊，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真實生活壓力上係有好大嘅影響。以下就係我哋一啲嘅影響，大致係咁，多謝。咁多謝阿蕭嘅分享。咁而家到阿珍分享自己嘅個案。大家好，我係珍珍。我要照顧2個小朋友，一個係返小學，一個未返學嘅。咁咧，我哋係攞緊綜援過生活嘅，但係綜援咧其實係唔夠俾嘅。咁要貼錢喺小朋友嘅雜費同埋膳食費嘅。咁依家要取消2500蚊學生津貼咧，咁我唔知道可以去邊度攞錢出嚟咯，可能要問人借啦。再加上我要照顧緊細嘅嗰個小朋友，咁我做唔到兼職啦。咁嚟緊嘅話冇辦法就可以只係可以為咗減少開支啦，就無論要減少阿女嘅興趣班，咁樣會令阿女好唔開心，同埋都會少啲帶小朋友出去玩咯。因為一出去玩咧就要使錢咯。但係咧我哋因為我哋住劏房嘅，咁好窄，
咁冇咩空間可以俾小朋友玩啦。咁長時間我哋留喺屋企咧，就會令我哋關係變得好猛咯。咁親子關係就會變得好差。咁喺呢度我想強調嘅就係2500蚊咧，其實係唔夠俾嘅，係啊。就好似我平日小朋友喺9月份開學嗰個時間度，要俾嗰個書簿費加埋其他雜費咧，都已經要使到3000幾啦，未計嗰個買鞋啊、膳食費啊嗰啲啊。咁2500蚊咧，只係減少咗一部分。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喺學生津貼方面咧係增加，唔係取消。大致上係咁樣，多謝。咁多謝阿珍嘅分享。咁我哋年會咧現在提出2項建議。第一，請勿取消2500學生津貼。第二，檢討現有嘅學生資助計劃及考慮增加金額。咁而家到記者發問時間啦。咁請問記者有冇問題呢？咁到最後咧，我哋準備有個口號嘅，咁希望大家一齊講啦。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反對取消2500學生津貼。反對取消2500學生津貼。孩子讀書好鬼貴。孩子讀書好鬼貴。政府資助都未夠使。政府資助都未夠使。基層家庭好閉翳。基層家庭好閉翳。學生使費十分貴。學生使費十分貴。原本資助已經唔夠使。原本資助已經唔夠使。2500冇理由冇眼睇。2500冇埋冇眼睇。咁多謝記者會，多謝咁多位記者出席記者會啦。今日嘅深水埗基層婦女聯會記者會就此結束。咁又多謝咁多街坊親臨支持，多謝你哋，多謝。